大家好，又係我豪宅大師同你一齊睇香港唔同嘅樓盤。有一種尊貴叫頂層。今日我帶大家睇嘅係啟德跑道區入邊極之罕有嘅限量珍藏——維港灣畔天際特色湖。呢個單位位於1A 座35樓，成個期數入邊淨係得呢一個，真正居高臨下，俯瞰晒成個維港一線煙花海。行入嚟呢一間177平嘅大宅，你第一個感受就係闊落，格局係4房3套嘅設計，仲配備咗前廳、工作間同儲物房。無論係大家族居住定係接待貴賓，都體面感十足。再配合埋呢一個環廳嘅設計，採光同空間感都係天花板嘅級別。再加埋呢一個突出嘅平台，足不出戶都可以感受到成個維港煙花海景，唔能夠講佢係絕無僅有，直頭係君臨天下。嚟到主人套房，呢度簡直係藝術品，放咗張 King size 雙人床之後，依然可以3邊落床。最震撼嘅係呢一個天際銀幕式嘅窗景，每日起身第一眼睇到嘅就係毫無遮擋嘅大平原海景同港島天際線。呢一個 B&B Interior 步入式衣櫃設計直接延伸到天花板。單位其他嘅睡房設計都非常考究，所有房都配備咗隱藏式嘅燈帶，可以根據心情調節色溫。部分嘅睡房可以望到旁邊嘅100公頃都會公園綠化景致。呢個天際大戶最吸引嘅，除咗係海景，仲有佢嘅配置。發展商特別選用咗意大利頂級品牌 Polyform 嘅櫥櫃，配埋 Sub-Zero 同 Miele 嘅頂級配備。呢種配置唔單止係好用，更加係一種身份嘅象徵。住喺度，你仲可以享用超過12萬尺嘅超級遊艇主題會所，由中國海外、九龍倉、嘉華同恒基4大發展商聯手打造。喺2026年嘅今日，啟德跑道區嘅價值已經全面爆發。呢一個天際特色湖限量一間，錯過咗就真係揾唔返。想喺維港天際擁有你嘅座標，即刻揾我預約睇房，帶你領略雲端生活。下次仲想我同你去睇咩單位？留言區話俾我聽。